香港芭蕾舞團自成立以嚟，一直致力進行芭蕾舞推廣同教育嘅工作。好高興今年再度籌辦創意芭蕾實踐計劃。今年我哋會以奇幻芭蕾舞劇《小飛俠》為主題，內容講述達林家嘅孩子溫蒂、約翰、米高同埋小飛俠嘅冒險故事。為咗培養同學對芭蕾藝術嘅興趣同埋提升佢哋嘅舞蹈技巧，呢個計劃會提供多元化嘅舞劇排演機會，同學習劇場幕後嘅專業知識，令同學可以喺舞台上自然流暢咁表現自我。呢項為期10個月嘅實踐計劃，一共分為4個部分。第一部分係創意芭蕾節目巡禮。香港芭蕾舞團嘅教育及外展部會去到你哋嘅學校，推廣芭蕾舞同介紹呢一個計劃嘅主題內容同埋特色。喺節目巡禮上，專業舞蹈員會穿戴精緻嘅服飾同埋道具嚟到示範舞劇嘅選段，仲會同同學互動。同學可以透過學習簡單嘅舞步同角色扮演，感受到芭蕾舞嘅魅力同埋趣味，從而提升學芭蕾舞嘅興趣，吸引同學參與計劃。第二部分嘅創意芭蕾工作坊一共20堂，包括17堂舞蹈課、1堂幕後探索同2堂服裝課。喺舞蹈課，導師會細心指導同示範，協助同學以正確嘅方法學習芭蕾舞嘅基本技巧。同學會跟隨住音樂嘅節奏，自然流暢咁將舞蹈動作串聯，亦會深入了解故事情節，扮演小飛俠故事裏面唔同嘅角色，鍛鍊同學以肢體去表達個人表現情感嘅技巧。喺幕後探索課堂，導師將會向同學介紹舞台製作嘅小知識，激發同學嘅創意，指導佢哋製作喺結業演出時候用嘅道具同埋佈景。而喺服裝課，同學將設計屬於自己表演角色嘅飾物，仲會同家長一齊參與服裝課堂，深入了解芭蕾舞劇嘅製作元素。第3部分係舞劇欣賞。為咗加深同學對表演藝術嘅理解，同激活佢哋嘅創意同想像力，我哋將安排學員、同校同學同埋老師一齊欣賞由香港芭蕾舞團演出嘅舞劇彩排選段。演出將融合舞蹈、音樂同埋戲劇元素，輔以導賞簡介，從而引發同埋培養同學對芭蕾舞嘅興趣。第4部分係結業演出暨分享交流會。經過體驗上述一連串精彩嘅工作坊同彩排之後，同學將會向全校師生同家長展示佢哋嘅學習成果，演繹奇幻嘅芭蕾舞劇《小飛俠》作為結業演出。而演出完畢之後，同學、家長同老師仲可以一齊分享參與呢個計劃嘅經驗同埋感受。舞團亦會分享現今坊間唔同嘅演藝進修機會，鼓勵同學持續發展佢哋嘅個人藝術修養同埋興趣。我哋仲會即場頒發證書俾參與呢一個計劃嘅同學添。除咗以上4個部分，舞團亦安排咗一項延伸活動，進一步豐富學員嘅學習體驗。我哋將會帶領學員到排演室，近距離觀摩專業舞蹈員嘅日常訓練過程，深入了解更多有關芭蕾舞嘅技巧同埋動作嘅變化，從而全面咁提升同學欣賞同學習芭蕾舞嘅能力。呢個計劃適合小1至小6嘅學生參加，無論你係初學者或者已經有舞蹈基礎嘅同學。如果你哋想全方位認識芭蕾舞劇嘅製作元素，就快啲嚟參與呢一個精彩而有趣嘅創意芭蕾之旅啦！